议员蔡秋兰表示，为伫将军嘉义西港的大北门区，每到5月班机开花结籽，米啊四季杯得参唱5月西，已经影响当地经济，甚至嘛会冲击人体健康。民众埋怨长期一直拢无解决，所以总理孙要求市长想办法，敢是当提早修正，卖互因结籽。咱将军啊，咱将军嘉义上济。咱这木棉花开了，迄花落落来，佫会厝倒人嘛？刷了，佫花谢了，就变结籽嘛。啊，落迄木棉花，就从迄落势安尼，培甲规个，真的，互你看甲感觉，互人一寡祝福，咱的所有的好朋友拢一直咧建议够久啊。像咱嘉义嘛足济，咱将军嘛足济，若培甲规个园拢是棉花，啊，拢是从迄落势安尼，拢无法度人经做，而且拢会培去到人兜，含要衫裤啥培甲规个，啊，佫对咱的人体嘛无好。市长，你看这敢有啥物办法来处理啊？对此，市长吴伟特表示，虽然这是前人种树，后人遭殃，加上刷修正可能的空间，不过伊愿意面对，请教专家一节一节处理。基本问题不是要砍除的问题，现在这个树很难移植，要移除的话，要砍掉的话，马上一堆人来跟你抗议，你知道？所以无市长，你无想看有啥物办法无甲伊说讲？旧一地起来，啊，等甲咧开花的时阵，你啊开了，佮甲伊卖互伊结籽嘛，就办法啦。好，这是我来请教植物专家，针对木棉，其实不只是木棉，还有很多树哦，其实现在都不是对于通行、甲民众、甲市民的健康好的。市场摊成，除了大北门区真侪区域嘛有班机棉、夜杯进行，加上其他的处境嘛有共款的困扰，将通盘检讨。今日新闻，军事林英光采访报道。